今日咧係美東嘅時間4月17號啊，啱啱4月17號，所以頭先我就啱啱下載咗一個 XChat。咁呢一個聊天軟件咧，正常嚟講咧就係馬斯克嘅 X 嘅嗰個平台推出嚟嘅聊天軟件啊。4月17號，咁咧就咁我頭先就上咗去蘋果嘅 APP 度下載咗呢個 XChat。咁下載咗之後咧，咁我就睇一睇佢嗰個安裝嘅時候啊，咁佢有個聲明嘅。咁因為我之前了解過 XChat 嘅話咧，佢係即係端對端加密，係唔會共享你所有嘅數據。咁但係我睇咗佢呢個隱私報告呢一樣公告之後咧，嚇我一驚。點解？佢居然係佢會將你嘅聊天記錄啊、語音訊息啊、所有嘅嘢咧，佢會提供俾第三方嘅軟件應用商嘅。咁我話有冇搞錯啊？喂，仲要係佢嗰份清單包括晒所有嘅大模型喎，即係佢會將你嘅聊天記錄、幫你嘅語音啊，全部共享晒出去。哇，咁得了嘅，我呢個軟件點裝得㗎？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我就即刻卸載咗佢。咁我就感覺呢個 XChat 好似唔對路喎，所以我就再上去蘋果商店，我再一路拉落去。原來咧，馬斯克呢個 XChat 咧係比較落嘅，即係要拉多好多頁先到佢。咁啊，然後我先至揾到馬斯克呢一個 XChat 真正嘅 XChat 嘅呢一個軟件。呢一個軟件嘅話係佢有提示，然後啊，原來係4月17號啊，依家提示係4月23號先至係正式推出嘅。所以咧喺呢度提醒大家，即係唔好中招，唔好去隨便安裝蘋果商店裏邊嘅 XChat。有好多呢種名稱嘅 XChat 嘅軟件，其實我覺得蘋果公司喺呢一點上面做得唔係咁好啊，因為同一個軟件名稱咁樣相似度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嘅話，咁樣係好容易誤導其他人。因為大家都以為係嗰個軟件，你裝咗落去你使用咁樣計，我真係對用戶係非常之唔負責任。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係想裝 XChat 嘅話咧，真係要萬分小心，睇清楚先至安裝。係咁，拜拜。